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草根貓啊。今日帶大家嚟到荃灣廣場，同大家去到 B1 地庫試下出晒名嘅即撈海鮮放題，千海水產，300幾蚊嘅價錢就可以任食游水海鮮，性價比真係勁高。餐廳長期都好多人排隊，勁受歡迎啊！咁今次好榮幸獲得千海水產嘅邀請，咁就同大家一齊試下啦。我哋一齊睇下價錢啦，咁就可以任食2個鐘去到4個鐘。平日食4個鐘嘅話，最平呢就係298蚊加一，假日嚟食2個鐘嘅話都只係368蚊加一。咁餐廳可以一人入咗啦，咁但係一人呢就不設訂位，要現場排隊。一入到嚟現場呢，就見到餐廳好新、好乾淨同埋好光猛。咁嗰啲位呢亦都係好闊啦，坐得好舒服。餐廳全場都係任飲任食，咁就有自助區可以自己拎食物，亦都有手機落單嘅。手機落單多數都係熟食啦，同埋一啲打邊爐嘅肉。值得一提就係餐廳今個月晚市開始就有聖子王任食啊！咁大家呢就喺手機嗰度點聖子王，跟住廚房呢就會即刻整，即叫即整。咁呢一個真係好大嘅賣點啊，因為好少餐廳呢係可以任食加工嘅聖子王，仲要係條條都咁大隻咁厚肉，食返一打都回本啊！咁好啦，而家同大家睇下出面嘅自助區啦。海鮮區真係超大啊！咁同埋款式咧都真係勁多，當中不乏貴價嘅海鮮。咁大家見到嗰啲水咧係好乾淨啦，同埋嗰啲海鮮咧都係好生猛。由於去得快、清得快，基本上咧我見每10幾分鐘店員就已經補海鮮啦。咁就同大家睇下有啲咩選擇，有瀨尿蝦、九節蝦、大頭蝦、基圍蝦、聖子、鮑魚、花螺、花蟹、三點蟹、各種貝殼類，例如貴妃蚌、花甲、白蜆、青口、紅口、沙白、美國蜆、厚皮蜆、馬刀貝，仲有9套魚、白鱔。咁喺度都戴翻個頭盔啦。咁海鮮呢就要視乎當日嘅貨源供應，上述嘅海鮮呢都係俾大家參考。咁你嚟到嘅時候呢，就夾自己中意嘅海鮮啦，跟住呢，就將海鮮交俾店員處理。咁店員呢就會俾個牌仔你嘅，咁你預翻大約10至15分鐘呢，就可以憑牌仔翻嚟攞海鮮。咁旁邊呢亦都有個說明話俾你知，你嘅海鮮呢係要烚幾耐嘅。跟住我哋睇下自助區嘅其他選擇。咁熟食方面呢，就有炸雞、炒蟹、小龍蝦、羊腩煲，咁啱晒依家入冬嘅天氣。仲有臘味糯米飯、水蟹粥。點心就包括蝦餃、燒賣、小籠包、冷盤。咁打邊爐嘅嘢食都有好多選擇嘅，例如鵝腸、海螺片、蘭花蚌，超過20款嘅蔬菜，有羽衣甘藍、豆苗、西洋菜、水蓮，仲有蓮藕、萵筍、菇等等，各種丸類、蟹棒同埋腸。醬料區都好齊全啦，有晒大家平時打邊爐常見嘅醬。飲品方面啦，有個超大嘅雪櫃啊，目測起碼都有30-40款飲品，有各款熱門嘅啤酒、汽水。另外亦都有熱飲、咖啡茶、多款果汁、生啤任飲，同埋日本清酒。甜品方面啦，有手工甜品，全部都好精緻。雪櫃入面有多款名牌雪糕，包括唔同口味嘅 Häagen-Dazs， 有出面好少見嘅脆皮流心朱古力綠茶味，仲有士多啤梨芝士蛋糕口味。另外有雀巢雪條、韓國嘅 Milora、牛奶公司旺寶同埋紅豆樂，有即製雪糕機。特別要提到佢哋有呢部 Nutella 朱古力榛果醬機，咁喺出面嘅餐廳呢，好少見到有咁大部啊！有各種新鮮嘅生果，
咁我諗出面嘅食物同埋飲品呢，我都影咗8-9成俾大家睇啦。咁款式呢，真係超多啊！另外呢度亦都有圍裙可以自己拎嘅。好啦，同大家一齊開餐啦。咁第一轉呢，我哋就食海鮮啦，同埋肉。我哋叫咗個滋補水魚雞鍋。咁呢個鍋呢，就落足料啊，個味道好濃郁。咁個鍋呢，係啱晒依家呢個天氣啊，可以滋補下，感覺呢，就好似飲緊媽咪落足料煲嘅湯一樣。我哋手機落單呢，就叫咗一啲打邊爐嘅肉啦。咁睇落去色澤呢，都係相當唔錯。啲肉烚完之後呢，係好滑啦，好爽口。跟住同大家食海鮮，咁淨係食海鮮呢，都已經回本啦。出面街市買呢個份量嘅海鮮，我諗閒閒地呢都要500-600蚊，全部游水海鮮，新鮮程度滿分。我哋見到大隻就撈，咁烚完出嚟嘅海鮮呢係好鮮甜啊！啲蟹好多膏啦，咁嗰個蟹味呢係好濃郁。另外仲有其他打邊爐嘅配料。我哋亦都喺出面攞咗啲炸雞啦，咁發現呢度嘅炸雞呢係還原咗 KFC 嘅味道啊，都幾有驚喜。第二轉我哋主力手機落單，叫咗好多廚房即叫即整嘅熟食。當然有我片頭提到今個月全新登場晚市限定嘅聖子王，呢樣嘢真係好吸引啊！因為聖子王喺出面嘅餐廳，你叫4-5條咧都起碼100蚊。我哋仲叫咗份鵝肝西多士，咁呢個真係好好食啦！上面嘅鵝肝係好肥美、好油滑，下面嘅西多士好脆口，大家一定要試下。叫咗幾隻燒焗蠔，咁蠔咧就好肥美啦，咬落去咧會爆油嗰隻，而且吸晒蒜蓉嘅味道，仲有好香口嘅燒鰻魚，完全冇騷味嘅羊架，咁啲肉好滑啦，完全唔黐骨嘅。仲有乳鴿、牛舌。甜品方面啦，我哋叫咗海燕椰汁燉木瓜，咁放題有得食下養顏甜品，真係相當唔錯。喺雪櫃見到呢支青檸桔仔水，勁多人拎嚟飲，試過真係非常唔錯。咁青檸桔仔係原汁原味，推介大家可以拎一支試下。最後我哋喺出面拎埋雪糕啦，咁自己整軟雪糕，加埋朱古力榛果醬。Häagen-Dazs 我哋拎咗脆皮流心朱古力綠茶味，咁味道真係幾特別嘅，推介大家亦都可以試下。食埋個軟雪糕加榛果醬，為我哋今餐畫上完美嘅句號。最後好快同大家總結下，再次多謝餐廳邀請我嚟食，今次真係大開眼界啊！全香港第一間即撈海鮮放題，有咁多款新鮮海鮮，無論自助區定係手機落單嘅食物咧，都係好多選擇。價錢講緊假期都只係300幾蚊加一，咁真係好平好抵食啊！以我哋剛才食嘅海鮮為例啦，咁食咗好多聖子王啦，2隻蟹，仲有鮑魚啊、蝦啊、貝殼類等等，款式同埋數量，淨係食海鮮唔單止回本啊，食到有賺。熟食全部即叫即整，我最中意咧就係鵝肝西多士同埋羊架，其他咧都係唔錯嘅。可以講係街坊嘅價錢，街市海鮮咁豐富嘅選擇，酒店自助餐嘅水準，有興趣嘅朋友真係要嚟試下啦。另外大家留意啦，只要你係商場對 Point 嘅會員嚟千海食嘢，基本上咧你食完嘢已經可以拎到商場嘅免費泊車優惠，滿200蚊可以免費泊1個鐘，滿400蚊泊2個鐘。眼前就係千海全線分店嘅地址，咁大家可以參考下。咁今日嘅影片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